为了防疫，大家烧钱买催暗，催暗性命者实施的第二天，排队人是有加无减。今日换做身份证2号，这个尾字是徛的民众去买，有人呢透早6点外就出现伫邮局的门口等伊开门。不过健保署呢，伊所建立的催暗库存查询的系统，严重换做民间开发的催暗的地图的网址。记者实际甲测试发现讲，查询系统甲现场催暗的数量差真济。 身份证买数单号的民众，今仔日透早就有上百人伫邮局门口咧等候。6点半啊？早上6点半。7天2片呢，根本就不够用啊！大家永远在抢口罩，这是世界奇观呐、等到规巴都会，催暗是名者进入第2天，同款真侪人来排队。哦，还好，我等一下可以拿到。摕到最后2张号码牌，都亲像中乐透同款，真幸运。 100号最后一张，有一个人插队，要是让他领了，我就没有了。摕无到号码牌的民众难免失望。第2天已经加真顺啊，平均30秒就会当完成购买。但是想要查催暗还阁剩偌济，健保税库存量查询系统查无，换做民间催暗地图网址。 实地测试口罩库存查询系统，在系统上看到这间药局还有64个口罩，但实际上在现场还是有落差。 明明1点外钟进前，这催暗拢未完啊！库存系统点名也阁有数量，市民的电话拢接未完。30、40通跑不掉，现场来问的大概也30、40位。我们希望说能够更精准一点哈，因为真的会造成第一线药师又另外一种困扰。 催暗是名者上路第1天，总共卖出1497424片，有6221处药局或者是卫生所贩卖。但是为着买催暗，爱提前1、2点钟排队。催暗库存查询系统嘛无法度即时反映实际数量，引发不少民怨。